人家去看病人，你也去，跟屁虫！哇，这看病人你也管啊？这么久都不动，电梯不会坏了吧？呀！你吓我！你没按电梯呀？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电梯坏了吧？喂，矮子，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赶紧出来啊！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唬我啊！舔叉烧吓唬我！你打的我这叉烧掉在地上，我就把它舔干净啊！对不起。什么声音？没什么，大概被我撞到的电缆有点松了吧？电缆松了，那会不会掉下去啊？掉下去跟玩跳楼机不是差不多？不过跳楼机是安全游戏，掉下去会死掉而已。死？不会这么快吧？我迪士尼没去过，甄子丹没见过，拍拖没拍过，手也没被人牵过，连亲都没给男孩子亲过。你占我便宜啊！我想亲你一口，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让你没那么紧张嘛。拿来吧。现在好点了吗？好一点。我牵着你嘛。别打！拳拳的打头很伤的。你不想给我打，为什么不放手？一只手都打得我这样，要是我放了这只手，你两只手我死定了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不要客气，只要能帮你。完了，我们还要待多久啊？我好像喘不上气。最主要还是注意力的问题。我有一个极度分散你注意力的方法。又打头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亲我，我打你，等价交换，我会舒服一点。那我懂了，我要10个。小姐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不过不知道他有没有事。不是跟你说了，不要打头吗？对不起，不过一看到你的头，我手就忍不住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江湖上的朋友都称我做冤大头。谢你啊，哪天有空再等价交换。